桃园平镇有国校的便所竟然是发生偷窃的事件，学生是赶紧通报老师报警察，警方嘛已经抓到人依法上班。教育局就表示，会请各间学校加强监视器这个设备，维护校园安全。传讲学校内边的便所有人偷窃，桃园平镇有一间小学开校第一礼拜14，有一个查某人趁中昼放学走入去学校灭青雅树边的查某便所，偷窃学生囡仔上便所。学生发现通报老师报警，遂把人抓到。3位的孩子去那个洗手间上厕所，那其中一位发现，在门缝的细缝呢有一个手机伸进来做这个偷拍的动作。那孩子也非常的机警哦，马上通报学校的老师。这个偷窃的查甫人，被警方抓到了，依照违反离校法加妨碍秘密罪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针对偷窃的代志，学校表示已经在第一时间对3个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，也趁这个机会教育宣导学生上便所一定要查伴。若果拄到这种代志，要安全处理 SOP， 也重新检讨上放学的建设流程。有关家长接送的部分，也加强管制措施。校方已进行全校性的安全宣导，并强化人员训练及门禁管制等措施。教育局将请各校加强防偷拍宣导，提升师生防范意识及识别可疑设备之能。对小学发生校外人士走入来偷窃的代志，教育部讲会请各学校加强防偷窃宣导，并且强化学校的监视系统、紧急求助铃，一个防偷窃的侦测，加强人员的训练甲门禁的管制措施，做好校园安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